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的妈妈。今日我要讲的这幅图是咧迎老日，伊内底画8个咧表演的人，甲4个咧奏音乐，也有一个是乐器啊。这几个人强要走出画面外口去，因的姿势动作拢足深色的，规幅图的色水佮显白，看起来就真趣味，足老日款。若斟酌甲看，迄阵人无排几排。毋过画面伊的安排是有规则的，画家用真细正的图面来展现老日的乱。伊伫正中画4个清楚上显目的表演者，2个穿红的查某人，甲2个底帽啊穿青色底裤的查甫人。过来正手边甲倒手边有2个穿白衫甲蓝色的裤，倒边迄个是夹牛头，正边迄个是杀犁头。这阵人的后壁，伫画面顶头的2个角是穿较暗色的衫裤的一阵人，这边是阿公甲一个阿婆，另外一边就是这4个人组成的乐队，甲迄个举牛犁歌阵迄支旗仔的人，显目的红甲蓝色伫中，后面是暗色，两边佫是白色。这个创作者用色水，互一个排列真活条的画面变较细正。这幅图是版画，伊刻的线条是粗佮有力，而且嘛毋是硬，是佫会使展现逐个人的姿势甲动作。因有弹乐琴、会弦仔，有会吹线，有跳舞。中徛上头前迄个，佮往后壁压腰压到涂骹。这幅图展现出顶头的老日的欢喜甲活跳，线条看起来有农村做田人的朴实，毋过是足有路的工艺。林志胜是1936年出世伫台南归仁，伊自细汉伫庄脚大汉。做田人甲描绘顶头是伊初期创作真重要的题材。伊对台南师范学校的艺术科出业，伫学校教美术，得过足侪国内国外的美术奖。伊去年年底会上路尾一天过身，90岁。牛犁歌阵这个作品是1981年完成。1983年入选伫德国举办的第7届国际版画展，这个版画嘛代表伊伫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作品的风格。伊用朴实佮有路的方式来呈现伊囡仔时伫庄脚看到的景甲人。我找到1979年联合报的访问，我简单伫遮翻做台语。林老师讲，我身躯顶头的花是满满的乡土气味。我不时咧敲揣永过的梦，甲已经消失的农村景致刻伫茶房仔顶。技术上，我放弃幼师的道路甲暧昧的色彩。我的人物健康，我的水牛飞扬，我的鸭活泼，我的农村发彩。我望用确定有力的道路，伫创作内面显现朴实的本质。色水的表现是激烈，因为我生长的所在是日头光影，绿荫青金金。林老师的作品是咧记录，嘛是咧创作台湾的意象。这个牛犁歌阵作品是甲已经
真好看的阵头文化，甲动态的小戏表演，变做是静态的视觉艺术，互伊会使透过版画继续留落来。牛的阵也是牛的歌阵，嘛有人讲赛牛阵是车鼓歌舞小戏的一种，因过伫台南特别时行。牛的歌阵内底的角色拢差不多，就像林老师版画内底画迄几个人，爱有人演牛、抓牛头、牛尾，另外一个犁田。毋过伊无固定的戏本，嘛无固定的唱本，有的是一对爱人咧搭喙鼓，一个讲对方耳仔关节无齐，生了真歹，另外一个就甲因讲，就是生了欠事，原则骹色嘛毋分你偏。另外嘛有的是男女做伙做田的情分，手换犁尾要犁田，小妹做后兄做前，田狗犁好要落井，嘛有翁仔某哪做事哪相报，这因过农业社会的状况拢有伫即内底，内容专门咧讲做田、修行甲庄脚的生活，用真趣味的方式来表演。因唱的歌、舞的歌毋若一个版本，伊是南管音乐。上早因当时西拉雅人咧唱的歌，才佮甲车鼓阵甲做伙。歌词定定会加一寡爱呀这的音。林志新老师咧画图，毋是干那写生，甲看到的也是甲伊家己会记得的画落来。伊会去调查甲考证，互伊画出来是正确的记载。伊后来上大坡、上出名的两个作品，一个是版画《娘妈祖》，另外一个是油彩画《芬芳宝岛》，拢是用超过20天的时间才完成。伊会去读地方志，查历史档案，找伊少年时翕的相片出来比较，佮会去行搭去问人，因过迄时的人是穿啥、用啥、安怎种田，迄个所在的地景安怎改变。像伊伫娘妈祖即个版画总长124公尺，是用68张图夹起来的一张足长的画，内面画台湾无共所在，甚至无共时代妈祖世景的阵头。伊总共画1066个人伫内底，大家拢无共。为着这，伊去研究全台湾各地的文武阵，因演奏的音乐、甲表演的戏剧、动作、穿的衫、用的器具。即北娘妈祖内面嘛有牛的歌，穿的甲头前1981年刻的迄幅图真共，小共的人服装甲器具，毋过嘛无完全共款。林老师嘛毋若刻版画。伊的芬芳宝岛是油画，是娘妈祖的2倍长，248公尺，总共102张图夹起来的。伊用25天才完成。这幅图是为台湾头画到台湾尾，为家人树到鹅銮鼻，逐位的风景拢看会到。内底景点真济。亲像淡水的红庄礼拜堂、苗栗的鱼藤坪长桥、嘉义的阿里山火车，也有台湾南部的月世界甲高雄港，伊的故乡台南归仁红社厝嘛画伫内面。这幅图毋但有台湾的景致，嘛有住伫遮的人，因的各种产业行业，伫关电、万灵角、麻豆的文旦。糖厂火车、七股拍盐、安平牵鼓掠戏，即阵汉伫看的海牛、牛戏，早期的工课拢画伫内底。这个作品以后，就会变做研究20世纪台湾祭典甲人文风景的历史资料啊。娘妈祖甲芬芳宝岛足出名，山顶有足侪介绍，大家会使去找。今日我讲的版画牛的歌阵，我有甲山顶展览的链仔放伫节目的文字说明，大家才去看卖。
这礼拜我看到袂少英国毋捌看到的面册口罩咧讲台湾历史，嘛有影片咧讲台湾历史人物，毋过内容有真有假，有的影片看起来就知影是人甲地点乌白斗，有的是做甲真有咯，内底8、9成拢对，佮插1、2成无根据的内容。我毋是历史专家，嘛无拢总有法度分别。有时我家己伫遮讲的，嘛会因为经毋着文献，也是无真足读，会讲顶打去。就算专家，嘛有时阵会出错，只是多甲少的问题。毋过遮的口罩甲社团无共的是，因乌白豆的比例加足悬的，因的产量嘛加真侪，而且做假的方式真固定。看起来就是雕工做出来要骗人，人体促进的技术有较大的变化，安怎应付较好，才袂为着无实的内容造成更较大的分裂。这是需要大家做伙来思考。有一步个人会使做的，我读册时真侪先生捌讲过，我想听友嘛捌听过，就是莫完全相信听到看到的信息，无论是谁讲的。包括我即马在讲的嘛相共，请大家先用家己的思考甲判断来过滤逐工咧接触到的信息。这期电子报今日甲明仔会寄出去，是咧讲牛内外甲牛内外阵。若还未订电子报的听友，我甲连写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。今日我就先讲到这，若是有任何想法甲意见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真感谢，无论是提醒我，也是写批来，也是寄付的朋友，大家若介意这个节目，请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嘛请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。若要赞助寄付，伫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结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